昨晡暝棒球的五泉公园发生了杀人事件，是37岁的男性伊去用石头路，内心无爽快，所以带朋友来赞声，来斗相共，但头家来甲骗出来，讲要敲代志，敲到一半愈来愈不满，竟然提出信号弹来甲点起来啊，说来个举刀啊，将伊头家来堵伤。 车路顶有一个查甫人拿放信号弹，那里就另外一个查甫人，规条巷仔光野野，搁一直咧清白烟。半暝啊发生着冲突，后面众拢惊着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双方话讲到一半，其中一边的人向咧放信号弹，甚至搁举武器甲对方攻击。好了，你搞啥物人？警方赶到现场，遂将这3个查甫人抓落来。来留下来。 要过举武器共攻击的查甫人，越头都要走，远警紧骑车去甲救。啊，你是安那？为着什么代志？冤家啊！代志发生伫今仔日主持棒球的五泉公园，因为这个查甫人不满红石头路，就找朋友去含因头家谈判，想要到双方敲备好势，伊遂放信号弹，甚至举武器伤害因头家。云璇邀约刘姓范闲伙同另一张姓友人于公园前商讨债务问题。 谈判过程中，云璇于路中点燃信号弹，并持菜刀划伤刘贤。本分局获报后赶往现场，并将当场3人带反锁厘清案情。因为红石头路加上金钱纠纷，造成着双方的冲突，加在无其他人受到牵连。问话了后，这3个人也互依照伤害加公共危险罪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